點解疫情已經過去咗好多年，我哋反而比封控時期更加焦慮？仔細回想，2019年嗰個冬天好似就係琴日，口罩短缺時嘅恐慌，空蕩蕩嘅街道，每日刷住感染數據嘅不安。可轉眼間7年過去，我哋熬過封控，等嚟開放，生活睇似恢復正常，但係總覺有嘅地方唔對勁。點解時間向前走，我哋嘅焦慮感卻倒退？尋日遇到樓下小食鋪嘅張生，佢一邊理貨一邊嘆氣，以前覺得疫情結束就好啦，可而家生意仲不如疫情期間，嗰時候至少有理由。而家呢，佢喺小食店熬過疫情最艱難嘅時刻，卻差啲喺2023年春天倒閉。7年前，我哋可以將一切不如意歸咎於疫情，但而家呢，嗰個共同嘅敵人早已消失，我哋面對佢係一片模糊嘅戰場。冇咗疫情嘅日子，我哋反而更攰。疫情前，朋友小陳月薪15000，計劃住2年內買房。疫情中冇慶幸自己仲有工作，疫情後第7年冇工資漲到2萬，卻連租房都快租唔起。以前焦慮嘅係可唔可以出門，而家焦慮嘅係出咗門仲可以去邊度。佢苦笑住話：上個月佢算咗筆嘅，房租漲咗40%，外賣漲咗30%，就連常買嘅洗髮水都悄悄換咗包裝漲價。收入在漲，購買力卻喺度倒退，呢種倒掛令人窒息。我翻睇7年前嘅朋友圈，嗰時候我哋抱怨居家無聊，渴望自由。而家自由啦，卻發現自由亦需要代價，更高嘅生活成本，更激烈嘅競爭，更不確定嘅未來。疫情俾我哋一個暫停鍵，卻冇俾我哋重啟後嘅說明書。社交媒體焦慮嘅放大器與比較嘅戰場，你有冇發覺？疫情期間我哋刷手機係為獲取資訊，而家刷手機卻常常刷出一身焦慮。7年前，社交媒體上滿係守望相助、加油打氣。7年後，演算法推送俾我哋嘅內容變成00後年入100萬。35歲前必須明白嘅理財道理，你哋同齡人正在拋棄你。疫情期間，大家處境相對平等，都居家，都面對同樣困境。但而家社交媒體把世界嘅參差赤裸裸擺咗喺我哋面前，你睇到佢係別人精心剪輯嘅成功，對比佢係自己未經修飾嘅日常。更可怕嘅係呢種比較已經從我可唔可以過得更好，變成我係咪要被淘汰。當35歲危機、AI 取代人工、經濟下行呢啲詞頻繁出現，焦慮就成生活背景音樂，關唔掉，只能夠調低音量。當我哋習慣危機模式，心理學有個概念叫危機狀態固化，意思係當人長期處於危機中，即使危機解除，心理狀態亦都難回到從前。疫情7年，我哋經歷咗太多次不確定性，今日仲可以正常出門，聽日就可能居家隔離。呢家公司仲喺度招人，下個禮拜就可能裁員。呢個行業仲喺風口，下個月就可能遇冷。不確定性成新常態，而我嘅大腦仲停留喺備戰狀態，就好似經歷過饑荒嘅人會習慣性囤糧，經歷過疫情嘅一代人亦會習慣性囤積焦慮。呢解釋嘅點解明明最壞嘅時候過去，我哋卻更難放鬆，因為危機意識已經刻進我嘅生存策略裏邊。唔敢輕易換工作，唔敢大膽消費，唔敢計劃太遠嘅未來。活在當下，從一種哲學選擇變成被迫接受嘅現實。當集體嘅事破碎，我哋尋找新意義。疫情初期，我哋有一種奇特嘅共同體感，共同面對病毒，共同遵守規則，共同期待解封。嗰時候，我哋比我更重要。7年後，集體嘅事逐漸消散，我哋又回到各自賽道，但呢條賽道已經變，規則更模糊，競爭對手更多，終點線卻不斷後退。更根本嘅係，呢7年令我哋被迫重新思考一啲基本問題：乜嘢係必要嘅工作？乜嘢係想要咁生活？乜嘢係值得追求嘅價值？好多人發現自己唔再滿足於恢復正常，
因為嗰個正常本就充滿問題。996內卷、高房價、教育焦慮呢啲問題，疫情前就存在，只係俾一場更大嘅危機暫時掩蓋。而家危機退去，老問題原封不動咁翻嚟，甚至更嚴重。而我哋經過7年，眼睛更亮，忍耐度卻更低。喺焦慮時代，點樣安放自己？我同你哋一樣，喺呢個7年後嘅世界裏摸索前行。但我可以分享3點自己嘅有效方法。第一，要區分清楚係唔係無效焦慮，比如大部分焦慮係關於未來嘅想象，而非當下嘅現實。第二，重建小範圍確定性。咩意思呢？就係當大環境不確定時，建立個人生活嘅確定性特別重要。比如固定嘅作息時間，每周3次嘅運動，周末與家人嘅約定，呢啲小儀式搶貓點喺動盪中可以穩住你嘅船。第三，有意識減少社交媒體嘅被動刷屏。演算法想讓你睇到佢，唔一定係你睇完之後感覺良好嘅。關注真實生活中能觸摸到嘅人和事，而非熒幕裏精心剪輯嘅人生。最後我想講嘅，亦係最重要嘅點，就係大家要允許自己唔夠好。呢7年，我哋都辛苦啲，要承認自己嘅局限，接受階段性嘅無力。呢不是放棄，而係俾自己喘息嘅空間，為咗走更遠嘅路。